開來，其實呢一場都係佢轉頭你馬房嘅第二場賽事，其實個進步感似乎都好大嘅。有進步啦，咁啊唔可以講太大嘅，因為上一場佢都跑得唔錯嘅啫嘛。其實上一場個走勢係咪都即係幾少少，即係有少少係即係令你預期之外，因為佢好似唔係沿途唔係用 set 得咁好。有少少啦，因為始終佢全程都係外碟嘅，上一次就咁阿保利騎佢咧，可能係即係個死磅多少少啦嚇。今場係咪都刻意揾一個經驗較為資深啲嘅大師傅嘅部門咧？可以咁講啦，因為我覺得呢隻馬需要騎師幫一幫，同埋係嗰個磅部門係騎重磅嘅時間咧，咁嗰隻馬咧就嗰個死磅少啲啦。上一場其實都有啲配備嘅變動啦，幫佢戴咗個眼罩，其實個作用係點樣咧？今場都有大嘅。令佢集中啲啦嚇。再一次恭喜晒麥先生，多謝。對好似集